是咱来关心风台度数最已经有小可减弱，气象局预估，伫今仔日早起9点至10点就会通过金门，了后就伫中国登陆。咱台湾中昼左右就有机会脱离暴风圈，严格配乌甲金门是爱等到要暗仔风台才会过去。啊，那伫今仔日是会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。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。 不过，我们还是持续针对陆地上苗栗以南地区、澎湖地区以及金门地区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而针对台湾北部海面、台湾海峡、东沙岛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请当地的民众以及作业船只还是要严加的戒备。从雷达回谱图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台风目前已经来到了金门大概南东方5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，未来会持续的往北西的方向移动。 我们预计在9点到10点之间，台风的中心会最接近金门地区，可能会从金门通过，也可能由金门的东侧进入中国大陆。因此，这一段时间将会是金门风雨最大的时候。我们要特别提醒啊，在台风中心周遭，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一块回波跟深对流发展没有那么显著的地方。因此，在台风中心通过的时候，很有可能金门会感受到风雨有稍微 缓和的情形，但是我们要提醒，很快的随后在南侧比较强的对流又会跟着影响金门，风雨又会再度迅速增强，所以在这一段时间，金门朋友要持续的严加戒备。 而另外，台风的外围的暴风圈还是持续影响到澎湖以及南部地区，甚至在东半部地区降雨还是蛮明显的，时雨量在台湾本岛以及在澎湖还是有20到30毫米。那当然，最靠近台风中心的金门，时雨量有来到40毫米左右。未来几个小时的降雨的话，在 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，其实还是有些较大的雨势出现，所以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这些地方局部地方发布豪大雨特报。 而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澎湖跟金门，尤其是金门，现在是台风中心最靠近的时候。我们预计在今天早上可能会有接近100毫米的累积雨量出现，雨势算是相当大的。而这样子的降雨到了今天下午会逐步的缓和下来，到了晚上降雨会更加的缓和。